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还未正式宣布要参选。不过，昨伫苗栗举办主流民意大联盟的造势晚会，苗栗县长曾东锦、前县长徐耀昌拢去现场徛台。那徐耀昌是搁话讲，那民进党嘛要甲国民党赶落台。因为你们的先知所见，让国民党只有3万多票，不是高票，低票的落选，而得票最高的12万票就是我们的中东锦。各位，就是用这种的精神，我们不光要请民进党下架，更要下架国民党。让国民党彻底的反省。造势晚会昨暝伫苗栗竹南运动公园举办，大阵民众穿号满举国旗来相挺。苗栗县长曾东锦、议长李文彬、前县长徐耀昌嘛拢来徛台。徐耀昌是呼吁大家爱团结起来，做伙甲国民党赶落台，换郭台铭做总统。